台東的熱氣球嘉年華會今年要引進吉伊卡哇的造型，希望許熱會當吸引愈濟人去佚佗。4月11暗時，台東縣府就先用無人機擺出吉伊卡哇熱氣球的圖樣，請5000多人去觀賞。昨一暗，台東縣立體育場5粒標準熱氣球入球，點到夜空。縣府提前3個月宣布，今年許熱台東國際熱氣球嘉年華7月會佇鹿野鄉高台舉行，也提前公布今年打造的新造型球及卡哇圖樣。夜空中無人機陸續擺列出及卡哇的各種造型，每換一個圖樣，攏互現場5000多位動漫迷歡呼。真期待會當看到真正的吉卡哇造型熱氣球。我今天以為有吉卡哇，結果只是玩偶而已。很可愛啊！我特別喜歡小巴。台東縣熱氣球嘉年華會，捌佇2023年創下旅遊人潮突破100萬人次的高峰，也毋過2024甲2025年受到東部地震甲風台影響，雖然已經打造2粒日本動漫角色古水的造型熱氣球，也毋過人潮也是無到70萬人次。也毋過今年繼續甲日本動漫業者合作，高出地授權打造全球頭7粒動漫。吉卡哇造型熱氣球，希望吸引許熱東部各路人潮。7月份已經有旅宿業接到5成訂單。日方其實是對於我們的工作這個守則是非常好的。我們從昨天晚上、今天早上電話沒有停過。這個吉伊卡哇真的是，我覺得這個威力應該是非常強的。台東縣熱氣球嘉年華會於7月14到8月20，佇鹿野高台舉行。旅宿業者希望觀光署也會當推出增加更加多優惠方案，帶動東部各路觀光人潮。記者綜合報道。